友你好，今仔日是正月25，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今仔日是金鼠年的正月初一，祝大家新年快乐。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武汉肺炎有3例确诊，其中1个确诊的查甫大兄无确实配合防疫检查，罚款30万。武汉肺炎疫情看无休，中国境内已经有41个死亡，澳洲和马来西亚等11国嘛拢着济。土耳其东部2时暗时发生规模6.8的大地震，目前尚无有21个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武汉肺炎通报各加60个病例，目前总共有193例，有3个人已经确诊，其中1个确诊的查甫大兄，伫咧22个下晡4点到6点，要去高雄市灵雅区的金巴利舞厅。呼吁民众若要伫同迄个时间和所在出入的，准讲有出现发烧、嗽的症头，就要紧敲防疫专线1922联络卫生单位。武汉肺炎在中国确诊案例数继续上升，咱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第5公布前一天通报新增案例是60例，总计达到793例，有3个人确诊，64个人已经排除，126人隔离检验中。其中2时确诊的男性大兄，在2日下晡4点到6点，北到高雄市灵雅区金巴利舞厅，专程无带喙安。呼吁北甲这大兄有接触过，也是讲迄个时间捌去过这个舞厅的民众，若是有发烧、嗽、喘气的喘这症状，爱敲防疫专线1922甲卫生单位联络。它是一个密闭的室内的空间，那尤其是有很多人摩肩擦踵啊，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可能就是符合我们所谓的这个面对面15分钟的这个定义啦。那可能身份也不太容易掌握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公布的原因。疾管署讲，武汉肺炎是有喙烂接触传染，爱面对面15分钟，长时间而且晚亲近接触才有划着风险。而金巴利舞厅业者也主动停业2天，家己来消毒。另外，有这个确诊个案无详细来配合防疫调查，高雄市卫生局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罚30万块。基本上在疫调的过程中，已经涉及提供不实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给予最高罚款30万元的罚款金额。即阵高雄市要追踪的大约有80人次，只有另外1名来台湾旅游的武汉团女性大陆客在台湾确诊。交通部观光局讲，除了个案会留医观察，其他17名团员2月已经安排离境。而即阵伫台湾的陆客团总共有359团，6511人已经加旅行社接洽，有加上班1个月前全数安排离境。记者综合报道。昨昏疾管署已经宣布新加2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咱台湾总共有3例。为着防疫，政府嘛宣布要全面停止旅游团去中国，另外嘛扩大禁止中国欧北的旅客入境。不过透早伫咧高雄小港机场也是有飞中国的机班，这大多数拢是要转去中国做工课的民众。机场的当然华航团客归台，人变少，因为政府禁止出团到中国旅游。也毋过旅行社有提前通知，无出现旅客众无的状况。今天是6人就只要是大陆的，全部都是取消。政府禁止出团是因为为了免迄天新增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南华航空也要求旅客爱挂喙安，登机时爱由空服员员体温，并且登记才会当坐。也伫咧台湾旅游的旅客讲到疫情虽然烦恼，也是愿意相信中国政府。因为跟之前的非典呢，我也经历过，全身的身体呢要注意，这段时间呢不能感冒，不能出现什么问题，但还是有信心的。禁团客到中国旅游，政府也要求住伫欧北地区的旅客袂当入境。也毋过真侪人伫两华工作，也是做生意，虽然烦恼，也是爱回去。当然还是比较紧张吧，因为听说很多公共场合都也就禁止。就关闭了嘛。就是如果小孩生病啊，要去医院的话，有可能会被传染。暂时是不会流动到其他城市，对，只会在上海。政府推动的这2项有防政策，有人认为一定会冲击台湾的产业还是经济，也有人认为是不得不为的措施，因为各国做好防护监督，拢是对家己甲其他人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是拖无休，中国境内确诊的病例嘛超过1300例，已经有41例是死亡。今仔日佫传出欧北有医生过身，这嘛是头一个死亡的医护人员。另外，因为大部分死亡的案例拢伫咧欧北省，中国嘛伫咧昨派医疗队总共400多人去武汉要协助救治的工作。
甲高速公路收费站变做临时检查站，替民众检测是毋是发烧。为了控制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湖北省当局继续加强防疫。不过，中国境内病例数却是继续上升。截止1月24号24点，确诊病例1287例，其中重症237例，死亡41例。中国境内24加25加起来已经超过1300例确诊病例，有41例死亡。离疫情上较严重的湖北省，总计有700多例确诊，39例死亡。25早起更加传出有耳鼻喉科医师技术因为为着离过身，即阵包括武汉在内，湖北省大约有15个城市已经封城防疫。武汉对26开始，除了经过许可的交通车甲公务用车以外，中心社区机动车拢袂用行。其实也不是恐慌性购物，只是说你过年这几天尽量不出门嘛。然后毕竟现在已经封城了，然后你现在这个东西说明它的疫情还是有它的这个严重性的。为了支援湖北省疫情，解放军也派出3个医疗队到武汉当地病院协助。武汉当地也开始兴建专门病院，有计2月份完工投入使用，要专门收治武汉肺炎患者。伫新年主席节到，香港五大仙祠来了真侪民众参拜祈福。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有不少民众也拢住厝安。最近香港新增加62例疑似个案，维持5例确诊，其中1名确诊患者伫病院不被安排到恢复压癌病房，医管局也出面来核实的。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伫下晡点开记者会，宣布防疫应变计划，对严重提升到上悬的紧急等级，提升我哋嘅防疫嘅機制。同埋個組織架構，我哋將會由嚴重即係 serious 提升到最高級別嘅緊急，加強管制出入口，控制疫情嘅傳播，無限期咁暫停來往湖北武漢嘅航班同埋高鐵。林郑月娥也指出，會取消人數真濟大型活動，包括炸彈燈泡，也有元宵暗會甲地區政府的新春酒會。中小學、幼兒園甲特殊學校會延後到2月17復課。同時加強衛生署、醫管局這設施服務，並且聯絡賣喙暗的供應商，來確保短期內能滿足供應的需求。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這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這疫情呢，已經繼續向中國以外國家傳開。馬來西亞和法國攏宣布因有3個病例確診，澳洲嘛佇今仔日宣布4個確診的病例，這嘛表示歐洲和南半球攏已經調劑。專家嘛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就要緊宣布武漢肺炎是全球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雖然澳洲雪梨的唐人街25遊園照常慶祝中國農曆鳥這年來到，雪梨市長也親臨現場。不過澳洲當局較早已經證實，一名50多歲中國籍男性發病前2禮拜捌去過中國湖北省的武漢，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目前正在墨爾本的病院接受隔離治療。25尾仔佫再度確診3件病例，也代表武漢肺炎已經正式入侵南半球。不過澳洲總理呼籲澳洲的國民唔免太過驚嚇，愛信任政府的專業處理能力。So I'd urge Australians to go about their day, to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experts that are there to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is needed in times like this are on the job and they're getting about it to keep you and your family safe. 至於馬來西亞當局也伫25證實3件武漢肺炎確診病例，3名病患攏是中國籍，也攏來自武漢地區。也講有法國衛生當局日時也宣布3件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其中1名是波爾多地區48歲發籍中國的男子，另外2名病患伫法國巴黎，也攏捌去過中國。法國的確診病例也宣告歐洲大陸正式淪陷。Premier cas européen parce que nous avons mis au point le test très rapidement et que nous sommes capables de les identifier. 面對武漢肺炎，同款伫歐洲大陸的英國也嚴加戒備，並且伫24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英國目前體檢14件疑似病例攏是陰性反應，不過英國醫療官員表示，控制疫情都是咧甲時間走效力，不排除英國將期尾可能會出現確診病例。至於美國方面，伊利諾州的芝加哥日時也出現第2件確診病例，目前全美國22州攏總出現63件疑似病例，其中在1件檢測後是陰性反應。美國總統川普日時發推文，肯定中國控制肺炎疫情的拍拼。
最后，甚至还阁代表美国民众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全球已经有11个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下专家呼吁世卫组织 WHO 赶紧宣布武汉肺炎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让各国政府会当更加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病毒继续伫国际之间扩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土耳其东部当地时间1月24日暗时发生规模6.8大地震，目前尚无21个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土耳其当地时间24日暗时发生规模6.8大地震，影响东部艾拉奇省的西弗莱斯市。地震是大力摇超过40秒，至少造成10栋的建筑物倒去。这嘛是土耳其连续第3天发生地震，目前也有几十人下落不明。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这摆的土耳其地震并无造成任何台湾的民众伤亡。正月初一，真侪民众拢会出门行村，国道từ透早到即马嘛是一直出现车潮，到尾暗仔车嘛是真侪，连苏花街的路段嘛是共款。另外，因为初二大家拢要返去后头厝，高公局嘛按算明仔载车流量会达到高峰。转运站民众排队要为南港出发，经过苏花街前往花莲。火车感觉太多人，我不喜欢太多人。25正月初一，国道出现出去佚佗的车辆。西部国道早起一度因为事故，离苏湖口交流道拓5公里，就算是到了下昼4点，像国道1号的杨梅甲新竹系统、彰化甲埔盐系统、国道3号的关西段、国道5号往宜兰路段，也是有塞车的情形。西部国道我们预计大概5、6点应该会获得一个疏解啊。那可能国道5号来讲的话，南下是还好，那可能在北上的部分可能要到8、9点的部分才会比较好走。苏花街为透早开始，路南出现车真侪，尤其自国道5号连接过去的车辆未少。苏花街规工车真侪，东河段也一路拓大约3公里。苏花上长的车程来到2.8点钟，警方加派警力继续伫较会拓的路段加强疏导。位置在台九线145K 和平西桥南下车道，目前的行车流顺畅。因为初二等后头厝高公局估计，26个车流量会达到高峰，东西国道若是一透早会出现路南的车流，下昼也会出现北返的车流。明天是南下最大量啦，那早上可能大概6、7点开始，整个东西部国道都会比较多车。那包括像国道下一般比较常会塞的西部的这个杨梅到新竹啦，然后中部的这个彰化到埔盐系统，在下午慢慢会有一些北返的车潮出现。受到锋面接近影响，北部透早有落雨，日时落雨的范围缩小，全台各地的气温大部分拢是温暖。也不过初一半暝开始，锋面通过台湾，初二将转为湿冷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正月初一，总统蔡英文小连续到济间宫庙，甲民众拜年，发1块的红包福袋。拜拜的是，伊除了祈求国家富强，嘛呼吁民众着爱做好健康的管理，大家着爱团结同齐对抗武汉肺炎。总统今天怎么没有戴口罩？被问到奈无带催暗，总统蔡英文无回应。20是正月初一，蔡总统对初一到初四下走访全台17间的宫庙参拜，并且发送1块的福袋向民众拜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扩大，伊头站到各收宫来参拜进前，为安另外也替民众用酒精消毒。伊参拜时阵特别祈愿国家民富国强，做好健康管理。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么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挑战。蔡总统呼吁民众团结度过这摆挑战，也不过场外也受民众抗议。日前央行总裁田怀南随后也到各收宫来参拜，也发红包。而总副总统赖清德相关到宫庙参拜，也呼吁民众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唔免惊吓。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是全台的宫庙行村拜年，强调防疫工作上，政府相关的准备拢做甲真有够，请民众放心。在这么严重的这种时候，中国还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一再的排挤台湾，说要先承认一个中国，才准台湾参加。对着为着防疫，行政院宣布暂时停止催暗出口1个月，优先供应国内防疫需求，却是引发批评。苏贞昌讲，这是为着
国内防疫，也批评中国稳重疫情，也借这个机会打压台湾，是真无好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要抽出武则天坐天国运签的台南南昆新大天府，去年是无抽出国运签，今年的签数和准年同款。各地头的庙司除了抽国运签，阁有拜头香、拜金龟、拜姊母这寡活动，嘛吸引真侪民众参加。庙方警官上香了，开始跋杯，这是台南南昆新大天府。当年的正月初一拢会抽国运签。2019年头一摆开庙300多年来，无抽出国运签。2020年顺利抽出。签诗甲2018年同款，庙方低调无愿意改签。这个签安怎改？咱冇改水者。无啦，这边家己去改，家己去改吼。改签嘛，改签家己改哈。期间，各地有不少的民俗活动，抽头香就是其中之一。花莲西里福兴宫抽这头香的民众发挥爱心，讲头香的愿望是大家平顺。高雄三凤宫因为竞争激烈，爱路线破道，什么人摕到？无想要互民众抽头香受伤，中华有庙宇以路炮结合拜拜改为拜头香，却也是因为道路下有人受伤。入法的拜头香，我想这个是导致我们不要再有危险的这种抢头香的这种行为的发生。正月初一求财运，南投至南宫有6万名信众排队领钱物，人排到7公里长。苗栗德南龙凤宫结合古活动也有同款意思。所以在这边，我都要停家，我盖毛毯不会能，因为感觉很荣幸，今年排到第一。也阁有汤圆的蒙春户活动，只要蒙古的规身躯，就会当求得好财运。不少人逐年拢来参与，就算是蒙到牛的生殖器官，也袂感觉碍摇。也讲逐年拢要报道替家己求好运。记者综合报道。初一去庙里拜拜了后，真侪人拢会出去佚佗、行村。中部各景点就出现人潮，亲像台中的彩虹贯穿，就有侪游客去遐拍卡翕相。另外，中华的溪洲公园结合灯花布置，嘛吸引袂少人去遐行打。古水的人上渡卡，加上传统的红装饼，来到遮翕相拢是一直翕。在新爷也一直奔腾啊，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初一下晡，台中的彩虹贯村就来了真侪游客，真侪民众把握好天气，出来行村。你觉得看起来都觉得特别简单，可是我觉得要画成这样子，每一幅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真的不容易啊。色彩很鲜艳呐，对啊，然后拍起照片都很好看。哦，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年初一人就特别多。对啊，有很多人。不管是要环岛的大学生，也是年岁回来故乡的人，只要想到台中，就来到这来翕相。来创造这个所在，黄老先生难得趁着新年，甲大家来见面。文创公司估计，敢若是一个下晡，就来了超过5000人次。刷来几天，虽然会变天，不过应该也是有真侪游客会来。以往的过年大概都是到初3是最高峰，对，然后之后就是初4、初5就是要返乡的人潮，所以整个过年大概每天平均的人次大概是5到8000人次。台中最景点人也愈来愈多，离中华重要的花蕊产地溪洲，也不少人把握时间先来溪洲公园赏花。大年初一带跟家人出来这里走一走，觉得很热闹，很喜欢这种新春气氛。离中华官府的花伫中华灯会正月初一正式开幕，头一天就吸引真侪人。中华官府主要推出日时赏花，暗时看灯会招牌，也结合八卦山甲溪洲公园2大灯区，希望吸引更加多行村的人，也带动当地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机器人的产业是哪来哪行？嘛，因为人才是产业发展上重要的部分。到业者伫咧桃园打造全亚洲唯一的机器人观光工厂，佮和学校合作，希望这机器人的科技教育会当对细汉就开始。宝岛啊，也会家己背起来，结到机器人上受欢迎。这是全亚洲唯一的机器人观光工厂，也有人中人西，随着兴格越来越过三太子，跳完自面舞蹈的上100只机器人，互人看甲是意外佮学乐。做了观光工厂，那我们希望借由教育，然后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5年的期间之内我们这个1000坪的展馆，其实已经超过30万人次进来参观。讲到打造机器人梦工厂的缘由，这个全球上大汽轮箱莫达制造商，2005年看机器人制造领域，感觉人才是经济产业发展重要的动力。透过认识、实作甲创造，互机器人教育向下卡拍基础，也积极甲学校合作，提升科技教育环境。
运用科技化的设备最大的好处在于说，它可以做到差异化的教学。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不同的进度，老师可以让他们小朋友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特色。你也可以写很长的程式，也可以写很短的程式，只要它能达到你要的需求，其实都是对的答案。教育局也表示，进入三C科技化时代，运用多媒体教学，较会吸引学生的眼光。机器人教育非常符合12年国教推动的素养导向，强调若是学习，也爱知影如何运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大南部和工业区考虑，长期的环境污染，和这青春这站台嘛讨论几十年。行政院是总算伫咧去年10月核定青春的经费，就有3个无共世代的在地人，决定要用影像和音乐记录这个强要消失的砖头。今年第5年的西南小音乐节，起源大南部居民对政府的不满。常常抗争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我是不是透过每一个音乐季来跟政府说我们这边的心声？大南部在地里长安富贤拍拼守护家乡，身影定出现伫抗议的现场。也毋过，伊咧想大南部毋那是围抢抗争，要找回在地人认同感，家己就无音乐节，无靠官方企业补助，转变工业污染的现象，渐渐引起居民关注。从我懂事就看到烟囱了，农田就慢慢的一块一块消失。所以才会说，我可以利用我的相关科系，然后来回馈自己的社区，回馈自己的社会，然后我可以为家乡做什么？青春的议题，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可能在地有很多的文化可能会不见，会没落，所以就想要把它留下来。对，所以我这几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拍大林埔、凤鼻头、沿海6里。80年代林建良甲将士明信片发行的吴水忠，3人2个无共世代，看起来亲像无交集。也毋过大南部青春命分开起线，今日沿海6里、巷仔、庙宇甲渔港，用影像记录留落大南部污染以外的水甲人文故事。沿海地区拢比较信仰一些妈祖啦、王爷啦，那长期以来都是这样。那因为经过历史的变迁的话，老阿妈他们的牵扯是永远不变的，就像我们热爱我们的故乡永远不变的这样。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致使全世界有真侪珍贵的动物强要断种。有一对生物学家翁仔某对美国去到哥斯达黎加，用镜头记录真侪珍贵动物的影像，咱同齐来看卖。这只美洲狮沿小溪流下过稳重式的摄影镜头，像那本来就是伊的栖地。嘛，因为无人类伫附近，伊的行为、心态拢是上自然的模样。要甲野生动物翕甲遮清楚无简单，尤其袂当互动物感觉附近有危险。I'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best locations, where to put the camera traps, near water sources, fruiting trees, and wildlife tr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through the videos, you get to learn a lot about the behavior of the wildlife. What they're eating and how they're interacting between species. 8年前，对美国宾州来的生物学家洛沙索甲伊的太太林西，搬去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省。去年底，因成立瓜纳卡斯特监控计划，伫当地超过40个森林内底，装稳重式的摄影机，收录超过100个无同款的野生动物的物种，差不多1万个录影片段。这挂镜头防水防震，阁会当掠到动态活动，阁有夜间摄影的功能。因希望把这挂翕到的珍贵画面分享给在地的囡仔。Ya casi por el final se acercó un tigre y todos nos asustamos porque se veía tan realista de cerca. Parecía que el tigre se iba a salir de la pantalla.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 help them learn about nature, learn about science. We know these children are going to be future biologists, future lawmakers, future engineers.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哥斯达黎加的面积无到全世界的1/1，但是伊的生物多样性却是占全球的5%，而且这其中阁有超过25%是国家指定做特别保护的森林甲保育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李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18度到22度，南部地区20度到25度。
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离岛地区12度到22度。今仔日是金鼠年的正月初一，你定伫遮祝大家新春快乐过好年，阖家平安赚大钱，身体健康食百二，万事如意笑眯眯。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